大家好，歡迎大家收睇校園電視台體育頻道，嚟到運動急急急口令挑戰賽。今日我哋要進行一個特別嘅比賽，佢就係運動急急急口令比賽啦。大家準備好未呢？今日我哋兩位司儀會進行一個比拼，大家都要喺30秒之內完成以下急口令嘅內容。吳宇軒，你敢唔敢接受我嘅挑戰啊？梗係咁啦，死怕死。不過既然你向我發出挑戰，就你做先，為大家作一個示範啦。個個人都話口齒伶俐，就等我同大家見識下我嘅犀利啦！呢段急口令嘅內容非常之有趣，大家可以跟住佢一齊讀喎。預備 ，3、2、1。日日運動身體好，你知我知佢知道，點樣先至係最好？記住口訣跟住做。1、2、3、4。減運動要稱心，容易起步最開心。勤有功，戲有益，定我務必我都識。為參賽練不停，不為結果為過程。人輕鬆會成功，愉快運動努力通。功課忙到極，做運動減壓力。日日運動身體好，你知我知佢知道，點樣先至係最好？日日運動係最好。哇，果然口才了得，佩服漂服。廢話少講啦 ，Your turn。Ready go！日日運動身體好，你知我知佢知道，點樣先至係最好？記住口訣跟住做。1、2、3、4。減運動要稱心，容易起步最開心。勤有功，戲有益，定個目標我都識。為參賽練不停，不為結果為過程。人輕鬆會成功，愉快運動努力通。功課忙到極，做運動減壓力。日日運動身體好，你知我知佢知道，點樣先至係最好？日日運動係最好。哇！你都成功喺30秒之內完成以下急口令喎。唔係你估，其實仲有一個60秒嘅版本，相信聰明嘅你哋一定可以做到嘅。至於呢兩個急口令嘅版本，其實係一張書籤嚟嘅，體育老師已經或者即將派發俾大家，希望大家可以參加學校舉行嘅急口令挑戰賽啦。成功挑戰嘅同學仲可以獲得 Smart Key 獎品一個。好啦，今集嘅節目就嚟到呢度啦，希望大家可以日日做運動，保持身心健康。再見。